好啦，我哋而家先嚟睇一個57平方嘅一室一居。呢個就係佢嘅佈局圖。而家由門口入去雙貓眼設計都係統一嘅。咁每一個養老社區呢，可能佢裏邊嘅佈置呢就會有少少唔同啦。咁我哋而家嚟到雲南呢，當然就係以七彩為主嘅。呢個呢就叫做小太陰箱。小太，在哪？今天的天氣如何？昆明今天多雲轉晴，16度至26度，比昨天熱一點。當前空氣質量指數38，空氣挺好的。呢個小太陰箱可以為長輩提供全方位嘅線上全天服務。呢個係我哋嘅拉繩報警系統。呢一個專利呢，就係大家估唔估到係乜嘢呢？智能藥盒。雲南滇源呢，佢都係配咗一個陽台嘅，可以喺一度晾曬衣服。我哋先嚟睇睇洗手間啦。其實大致上呢，都係同廣東嘅月圓棚園係差唔多嘅，不過佢呢度好似比月圓棚園多咗2個平方喎。再入嚟房間啦，一個4門衣櫃，2張單人床，佢嘅飄窗呢係做咗降低嘅設計，令到居民更好咁樣睇到窗外五彩斑斕嘅景色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